Hello, good morning， 早晨好。今天我要说明一件事情，因为我昨天看见了有个博主在珠江博大拉宫的视频，这个人微信名叫南苏，东南西北的南，避暑的暑，说是他是经常就直播的一个人，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主播并不多藏族历史，只是信口开河，瞎说八道，令人气愤啊！我理解现在的中国年轻人，他们很想了解藏族历史，但语言文字受限，只能通过媒体、手机来了解。但是这个博主的主讲藏族历史，是把他们带偏了、误读了，这是对历史极其不尊重，肆意歪曲历史是不能容忍的。所以，请壮大事、博眼球、占流量的主播们，你们先好好学习，懂了藏族历史再讲，不要不懂装懂，更不要有意的抹黑了藏族历史，诋毁和污蔑博大拉宫的历史。这个博主他说博大拉宫，现在的博大拉宫只有300多年的历史，这个依据在什么地方啊？你这个讲的博大拉宫的历史95%以上是瞎说八道，没有依据，90%以上是假的。实际上你说是从历史原因来说的话，博大拉宫是吐蕃时期修建的，这句话是正确，只有这句话才是真的，其余的你说的全部是假的、吹的。你说是现在的博大拉宫是只有300多年的历史，是蒙古人的帮助下，格鲁巴噶登婆隆子是建起来的。历史依据在什么地方？你说是原来博大拉宫的遗址上重新修建，你的根据是什么？你还说这个蒙古人对博大拉修建有一定的贡献，如果没有蒙古人的话，格鲁巴的压力下，格鲁巴也许站不起来，都是你瞎说的，你瞎讲的。当时格鲁巴针对的不是噶举巴，他们要推翻的是宗巴家伯的政权，没有噶举巴的政权，这个好有道理的。然后就说，如果是噶登婆隆以后修建起来的话，那博大拉就没有300多年的历史。噶登婆隆是蒙古兵和3大实验的僧人一起推翻了宗巴家伯，建立了噶登婆隆政府，是公元1642年。公元1642年以后来修建博大拉宫的话，现在还不到300年了。你的300年是怎么算出来的？这个是一个问题。你说这原来吐蕃修建的
波达拉宫是彻底毁了，没有了，那就那个现在就是一个荒山了。那个皇帝山上怎么修建波达拉宫？哪个历史里面记载的？那么这样的话，我问你，你所谓的你支持的那个格鲁巴嘎德波隆，这个历史文献里面记载的是公元1616年，强者在那的派2个僧人到蒙古地方去请求蒙古兵来打宗巴汗。波达拉宫里面的就老给学来的佛像，作为一个出兵的那个礼物或者是出兵的费用，赠送了蒙古人。这个记载的很清楚。这样的话，那么他波达拉宫里面拿来的那个就老给学来是没有波达拉的话，波达拉里面拿出来是什么意思？是波达拉山上的挖出来了，是吧？不懂历史，没有看过历史就不要瞎说八道，这个是一个问题。另一个问题，如果是嘎德波鲁以前不存在波达拉的话，那么我们历代干嘛把的传记里面第50大宝法王前往北京，接见了个永乐皇帝，回来的时候永乐皇帝跟他送了很多这个文物礼品，拿回来收藏在波达拉宫里面。到现在我们可以看这些文物东西。那么那时候回来的收藏在波达拉宫里面，是你如果波达拉不存在的话，那个文献记载是怎么回事？收藏在什么地方？因为第70和第80噶玛巴，当时噶玛巴是藏历噶金是最大的那个法会，上万几万人僧人的一个法会，尤其是第80噶玛巴经常在波达拉宫里面的讲经的一个历史，他的传记里面记载的很清楚。另一个萨迦宾的他刚开始从蒙古兵派到拉萨，把萨迦宾的他请到那个蒙古地方南州的时候，他先到拉萨进了波达拉宫，跟那个老给学了先来看他，然后就前往蒙古地方。那么这样的这些历史记载全部是假的吗？那时候他们沙边去的那个波达拉宫是不是现在这个波达拉宫？你不要头听途说的，瞎说八道的，你想啥子就讲啥子，这些都是历史事实，而且是历史文献里面记载的非常清楚。好，你说是蒙古人对波达拉的有一定的贡献，什么贡献？在写到什么地方？哪个历史文献里面记载的？其实实际上的蒙古兵到了拉萨以后，带来了一帕拉的灾难。第一个蒙古兵进来了以后，建立了噶金波隆之前，3大寺的僧人和那个蒙古兵一起打的宗巴汗，打死打伤的几万个人，这个是蒙古兵带来的灾难。第二个建立了噶金波隆以后，他们把噶玛巴的大法会全部就毁了，打击了，打散了，杀死了很多僧人。第三个，蒙古兵建立了噶迪波隆以后，继续打到藏南贡本宁的地区，
你现在公布的这几乎没有个寺庙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有30多家的噶举派噶玛巴的寺庙，他们全部烧，然后就剩这些都吓跑了，到目前为止一家都没有恢复。这个是蒙古兵对西藏带来的灾难。第4个问题，噶登坡中的文官里面最有名的这些宗教讲座，这是这些拉松汗执政的时候，把蒙古兵就这些宗教讲座被杀了。第2个问题，然后就蒙古军阀汉来了，军阀汉来了以后，尼玛派的多杰扎、蒙哲林，很多僧人都被杀了，尤其是多少人的情报，罗金大妈给的都砍头被蒙古人杀了。这些都是蒙古人带来的灾难，我没有看到蒙古人带来对博大拉宫的业绩。请你这个讲清楚，写到什么地方？你看到什么资料里面？这个是亳州那个叫啥子？那个南苏，他说是经常讲藏族文化历史的一个博主说起来，不晓得你咋个讲的。反正是我这是第一次看到你的讲解的藏族历史，都是假的，没有一个真的。其他呢，你可能是想啥就讲啥子，就欺骗广大的年轻人，来自四面八方的旅游人。所以你说是你带了一个藏族的名字，诋毁藏族历史，污蔑藏族历史，请你不要这样做。你想讲的话，先学习藏族任何一个汉藏两种文字里面没有记载的一个东西，你是什么地方拿来的看到的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另一个，同时现在有一个在西方的青海人，藏蒙混血，不是藏回族和藏族混血的一个半个藏族，他也是经常就瞎说八道，尤其是在这又看到了一个噶登坡中的贡献，他是这个拍马屁噶登坡中说假话现在他在那个西方，他要崇拜封建制度，支持封建制度，不晓得他想啥子。实际上封建制现在这个毁灭的，你看那个有些现在中东问题都是宗教问题，他也可能是有点偏向就是那种思想。所以将来主播们，你们想讲解藏族历史的话，要讲实事求是，主播以前好好学习，讲的历史要实事依旧，那本书里面几页几行看到了这些历史事实，不然你们就现在这样瞎说八道的话，我永远都跟你们战斗，永远我跟你们批评揭发。今天我的这个博大拉宫的历史说明问题到此结束，拜拜。